叫王人宋王爷才叫堂房儿来送福家儿他满红胡子推出圣经，他杨林公本是他先人，他是珠宝店是年轻的生，他与古城主走太君，魔鬼引本子儿并娘元帅你，受太君他为国要行动，他命我挂抓士兵特征，出门一多为官而不为官，为的是他主江山我送黎民，叫那满朝本子我一传。莫非因父3岁从了风月特征，不为一进门，岁精神把他登基。军中黎明西才进，随还去到两军城，两日元帅而进，太平要出动亲兄弟，天儿军令4人，叫你转你随转，不叫你转你随不平。